后来继续来看新北市的五股有徛家，因为手机的充电器爆炸，引发着火烧厝。这3不5时就会听到手机爆炸，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充电线甲电池老旧，使用的习惯唔对，嘛真会出问题。另外，环境担心嘛是小到导火原因之一。专家来提醒，电池甲充电线尽量使用原厂的，上好慢慢用来路不明的牌子。我手机没电了，等我充一下电哦。像安尼，一面咧充电，一面咧使用，这手机啊容易上烧，影响到电池的寿命。尤其若是这电池老旧啊，更加爱注意。换电池要去原厂啊，不要去外面换一些你没有经过像认证之类的电池，有可能会有安全性上的疑虑。专家表示，即卖手机的当讲拢有保护机制，真正充电充到爆炸几率真低。不过为着安全起见，大约剩20%才个充，充饱了后上好就甲插头拔起来。另外，莫伫这液晶内面充电湿湿淡淡，因为高温甲湿度拢会影响电池的寿命。今天不用定期换的，只是你要注意一下状况，例如说，它线头有脱落啊，有剥落、有裂开，或者是电池有膨胀了，这些东西都是要注意的。这是电池充电发生爆炸案例，除了爱注意电池的状况，嘛爱避免几个充电的习惯。比如讲，你困的时阵，甲棉被安尼充电，温度悬，线在搁地着，容易造成烧度。还佫有充电时，手机啊离这充电的所在较远，这大力一直扣，线路嘛容易故障。若是发现有唔对的时阵，爱马上送去修理。只要改善不良的习惯，就会当避免危险发生。